想開始換加密貨幣，第一步當然係註冊 Binance 戶口，只要幾個步驟就搞掂，唔使擔心好複雜。記得用推廣碼，仲可以慳手續費。註冊完要做身份認證 KYC， 其實好簡單，準備好你身份證或者護照，對住手機鏡頭交文件同自拍，記住文件要清楚，無好反光，有啲地方認證即時過，超快。做埋 Google 驗證器 OTP 保障安全，咁你戶口多一重保障，入錢出錢都安心晒。粵語用戶記得可以揀界面語言，步驟跟足就冇問題。認證過晒，一入到 Binance 主頁，咩幣都可以買賣，全球最大交易所，資金安全，交易快，入場絕對首選。用我下面推廣碼註冊，無論新手老手即減20%手續費，慳到盡，快啲加入 Binance，發展你嘅加密投資之路啦！